楼前广场，九龙伴舞，龙生九子，各有不同之秉性，等于众生亦各有不同之秉性。上天生人，天命之谓性，等于龙的传人。九众多吉数，人的秉性各有不同，有好人有坏人。过去时运只有上等人可以得到，中等人与下等人均无法得到，而今天道普渡之因缘，上中下阶级之人均可得到，因而所有众生于三期末节末后一着均有机会回归老母。所以无论是上等、中等或下等人，凡有得道诚心修道者，均可回归无节理天老母的地方。但愿兄弟姐妹好好修道，以归根认母。先天母是先天灵性之母。末后一着之宝贵。L. 末后一着习未言，名人在此诉一番，渔夫似的还乡道，生来死去见当前。二、末后一着收圆大事，五教归一，教本同源，万法归真，空前绝后之圣殿。三、末后一着清浊分明，善恶分班，与时分判，即在此刻，三期末节。四、末后一着乃天真之体态，万圣之命脉也必须上根，上气大德之子，方能承受。无缘无分者，难使信受也。故曰根薄缘分，且难入龙华会。无信者，可不必强传也。一楼前原著左一，新卢运正宗济世一行纲常伦理遍天下。兴复兴，弘扬光大。如应运，儒家应运，三期末节，白羊普渡。儒家应运不同于和尚，尼姑不用遁入空门，抛家舍业，苦修苦练。儒家应运可在家求道，在家修道，在家脱离生死轮窘。正宗天道乃是有道统传承，代代祖师天命承接，既是普度世间，一行一天理，道德仁义而为约一行。纲常伦理，三纲等于君为臣纲，君臣有义，君正臣忠。父为子纲，父子有亲，父慈子孝。夫为妻纲，夫妇有别，夫唱妇随。五常等于仁，仁者不杀生，义者不偷盗，礼者不邪，智者不酒肉，信者不妄。遍天下，传遍世界各国，迈向世界性国际性。0.2，目前2018 AD 大道已遍行100国58国，合法立案。又第三圣会命大众得合归道举入乾坤。三圣弥勒祖师，师尊济公活佛转世，师母月慧菩萨转世。会命道统天命传承心意，乃令三圣之会命道统传承下来。化众和合，度化众生要和合，与众生修道要和而不柔，与天和其同，与仙佛和其同。佛规五戒等于戒杀、轻杀、谋杀、暂杀、自杀。戒道、强盗、窃盗、大盗、小盗。戒淫、呻淫、目淫、口淫、意欲。戒妄、妄意、妄言、妄风、谎妄。戒酒、黄酒、烧酒、白酒、啤酒。道举规矩，外圆内方。左二，道将东鲁，古传一贯会命续新传。东鲁，师尊普渡于山东，东鲁等于山东。第17代陆中一祖师，将道传与师尊，主师尊回山东开荒。又二，马社西秦大会3元应运白羊。西秦，师母应运开道于四川，又于西川。未来龙华大会于四川。一楼正母，中左道心固守心发之能，意志弘真道。中右德性光明，一产圣王河中即大同。道德坛之由来，师尊于山东开道以后，世尊心想如何弘扬真理，传布大道。当时至天津，天之渡头，三星客栈，时逢一位算命师名公彭林。师尊叫大师兄、道长前往引路，渡了3天未得渡，大师兄乃回。师尊谓曰：明日再去，请他把帽子摘下来。公年等于女等于女先祖，问他看看自己是谁。此时算命师意会其意，得知自己乃女先祖转地势，应运普渡之后，又渡客栈老板张宇中。张宇中建议之
是当地道德武学社度人。随后师尊带三才至该社，该社之人精通文学、道学，师尊借三才道坛慈悲。当时该社有一支重达100多斤，天才、仙佛、小孩，现场耍了一套关圣帝君的刀拳，令现场人员心服口服，因而求道，设立佛堂，天津道德坛成立。道德武学社内有一名武学师叫杨贯主，是老子转世。P 0.3，身6尺高，头像豆，目四，生4中，年轻时无师自通，道德经倒背如流。求道时，师尊仅让其叩拜一名上帝，其余皆无叩拜。道德武学社内另一名武学师张宏斌度化丘鸿儒老前人得道后，前往哈尔滨开荒，租用一间3层楼房，屋主是一名状元。此地曰乌龟吃水穴，貌似神元山一和盛唐，九龙朝母伸出，等于乌龟头前后各2个楼梯，等于乌龟前后各2只脚，巧合之妙。当时租用之佛堂乃传说中之鬼屋，屋主言道若你等安住一样，即免费租用。佛堂设立后平安无事，时人惊讶，分感道之宝贵，道因而鸿鹄大展。有次开忏悔班，院长大人临谈曰：有冤讨冤，有仇报仇，有命讨命，有债讨债。今日老母不做主，将明明上帝图表收起。开班至晚上10分，室内霎时鬼火，狐仙飞来飞去，亦从厨房飞出一把菜刀，于屋内飞来飞去，直至外面栏杆处猛落一刀，血迹斑斑，是一座奇迹。于此大道弘展，老母慈悲赐坛名曰新礼坛。丘鸿儒老前人度何宗豪老前人求道，何老前人居住于哈尔滨牡丹市新礼10位发展道务，每一位老前人均各取1名，分工合作，共同弘扬真理大道于天下。何宗豪老前人取名曰法义，求道愿文，愿求法于大道。民国77年天道合法化，法义因与发义，韩老前人雷同，因韩老前人较何老前人前辈，因而以新义为主，以免混淆。何老前人来台，于玉石山设立新义中心佛堂。民国58年麻豆中心佛堂成立，弥勒祖师慈悲赐坛名曰义和天坛。今神元山义和盛唐乃取其前2字沿用，亦是天命道统源源传续之理。1楼左边护法正殿元帅，本属气天大仙，此次为助3曹普渡末后一着大事，发心护持道盘，下凡转世为师尊之眷属，称为茂猛师兄。成道之果位为正殿元帅，为先天佛堂之主要护法。1楼右边护法正殿将军，本属气天大仙，此次为助3曹普渡末后一着大事，发心护持道盘，下凡转世为师尊之眷属，为茂猛师兄之弟，个性刚毅不苟，颇具威严。成道之果位为正殿将军，总则3天主考，我们尊称为院长大人。1楼大门3，窗门窗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中门象征灵魂正。中门九龙至尊。P